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在地新闻，即马说来过来讲婚林的代志。婚林县大溪乡是国内这个蛤蟆的重要产地，生蛤蟆更加是当地在地名产之一。乡内有一位已经传承3代这个生蛤蟆的业者，伊所做这个生蛤蟆用的是这个蛤蟆仔去生的成品，唔但呢真脆正甜，还有特殊的海产味。像这种一粒一粒新鲜的蛤蟆，是伫这独门的配方中呢，这个大溪乡已经祖传3代生蛤蟆功夫是坚持用蛤蟆仔落去生的。第3代业者吴培正是讲，会传承这项手艺，就是希望讲，互人客食到怀念的阿嬷的手路菜。同时嘛，主动将这个产品上验，通过 SGS 检验合格，希望讲，互大家食到好滋味，够健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